各位家長，大家好。平時你哋嘅小朋友有冇出現呢啲嘅狀況呢？成日都唔專心，做功課好慢嘅，博取就最叻，教極都唔聽，成日又暈，又冇記性，做嘢3分鐘熱度，成日都要爭第一，輸咗就發脾氣，好硬頸噶，咩都話唔中意學，玩咩都叻，除咗讀書，係咪覺得好熟悉呢？呢啲都係家長話俾我知咧，平時喺佢哋屋企最常見嘅情景嚟噶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iss Winnie，從事皮紋分析已經有14年啦，教育工作超過咗18年。我嘅專業咧，主要係教家長咧點樣去管教小朋友嘅。如果你哋嘅小朋友都有我以上講嘅情況出現咧，今日就有一個好消息啦！我要介紹你哋一個高效嘅家庭管教課程。呢個課程咧嚟自美國嘅教育學家麥道維博士，佢從過往嘅教育經驗咧，綜合咗6個嘅原則，點樣可以有效管教，唔需要打，亦都唔需要鬧。喺呢個課程裏邊咧，我會手把手教各位家長你哋點樣做。首先咧，我哋要學習點樣去接納我哋嘅小朋友，從而建立小朋友嘅安全感同埋自我價值感嘅。平時生活裏邊應該點樣讚賞先至為之有效呢？係咪就係乖就係叻，做得好好就已經足夠呢？我個人認為，如果小朋友係介乎喺幼稚園啦至到小學3年班之間呢，都仲可以係咁樣讚賞。但係如果小朋友已經去到4、6年班或者上到中學嘅階段啦，你再係咁樣讚佢乖、讚佢叻啦，其實佢都冇反應㗎啦。跟住家長咧就會覺得小朋友而家唔聽話啦，細個係好乖㗎。究竟有咩用字係最適合讚賞，從而提升佢哋嘅自信心呢？點樣可以推動小朋友嘅行動力呢？每日究竟我要用幾多嘅時間去陪伴呢？我點樣可以令到小朋友真正明白爸爸媽媽係愛錫佢哋呢？好多嘅小朋友其實係覺得爸爸媽媽係唔錫佢哋嘅，點解呢？因為媽媽好惡咯，爸爸成日鬧人咯。但係可能喺媽媽嘅角度唔係咁噶。我係好愛錫你嘅，只不過係媽媽惡咗少少啫，係因為緊張你，係因為擔心你，所以就大聲咗少少。但係其實我都係好愛錫你嘅。究竟點樣可以揾出小朋友嘅愛嘅語言呢？要用咩方式表達，小朋友先能夠感受到你哋係真正愛佢哋呢？有時父母做嘅又未必係小朋友想接收嘅方式啊。平時生活裏邊點樣去釐清邊啲嘢係小朋友嘅責任，邊啲嘢係父母嘅責任呢？當以上呢幾點都做好嘅時候呢，其實權威係會自然出現嘅。小朋友會知道父母嘅管教背後係嚟自愛，係因為愛錫佢哋先會管教佢哋，而小朋友就會做好自己應有嘅本分。所以父母每日少少嘅改變，小朋友就大大嘅進步啦。所以如果你哋都想你哋嘅小朋友能夠學懂專注啦，識得自動自覺去做功課啦，識得去尊重別人啦，能夠控制情緒啦，能夠堅持自己嘅目標，有行動力，有愛心，願意同人哋去分享，願意服從，能夠將學咗嘅嘢學以致用，等等等等，係咪覺得好好呢？好多家長話任何一樣做到咧，已經好感恩啦。記住一點，關係好乜嘢都好，關係唔好，就算小朋友係資優生，佢哋都會留班。所以如果你都想成為孩子心目中嘅英雄，我哋嘅家庭管教課程就好適合你哋啦。我哋約定喺課堂見。